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有人无徛名，伫个网络社群来预告，讲10月16，也就是后礼拜一的中昼，要伫个台北市某一间高中来发动着大规模的攻击，佫警告学生当天千万唔通到学校。今仔日是国庆连假结束头一天上课，学生认为这可能只是恶作剧，心情无受到影响。但是学校唔敢大意，第一时间报警，要查出着发文者的行踪，嘛指派老师教官固定来巡逻，嘛有警力来进驻学校，要来保护学生的安全。教官甲老师先经线加真严，全部走出来徛伫路口，因为有网友伫面册社团来发文章，呛讲要攻击台北市某一间高中的学生，讲10月16日中昼walk进校门，将会有一场大规模无差别的攻击。佮讲家己会安尼做，就是看袂过恁的党工甲计较，将你家己掠准的正义强加伫别人的身上。想要活命的人，千万莫去学校，那无者后果家己负责。就刚刚有人在那边偷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没有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那这样会觉得很恐怖吗？也有一点，怕小孩会有危险啊。有出门前有特别叮咛小孩子什么？有啊，他们自己也知道。他们很害怕吗？会啊，有些说他们同学说有些要请假。因为明仔载到后日特别断课，第一时间恐吓的消息曝光，家长拢真烦恼，都惊会影响到囡仔考试的心情。希望只是变高人。时间是说在16号的时候，会在我们的校门口的穿堂会有做这样的行为，我们附近的卧龙派出所的警员来协助我们。那此外的话，我们也是加强整个校园的巡视。学校接到通报了后，报警追查，被锁定嫌犯，发文证为 IP 为地，也就是网址协定为止。教官甲老师每一节课拢爱宣传，希望会当安打学生的情绪。啊，若破文章的社群平台，因为是臭名来发文章，短时间内无法度知影发文章的人到底是啥。警方要锁定 IP 为地，将嫌犯追查到案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